去創造你自己嘅運勢。咩狼禮啊？呢個叫啷禮啊，懶醒。球體嚟㗎，就好似你望住我嗰啲個胸部呢個，全部都係球體嚟㗎嘛，係咪？所以我哋嘅心咧係唔會攣嘅。呢首歌叫做陪住你教。唔係咁㗎，要跟儀式㗎，高低起伏嘅精彩人生。所以終身成就獎就係頒俾每一個嘅你，低心臟有種舒暢。嗱，我啱啱收到長務嘅通知咧，叫我提醒下大家嚟睇《即興之王》之前咧，必須要做好準備。所以而家咧，我就要分享俾大家知，一定要知道嘅詹 Sir 笑到癲10大攻略嘅內容啦。第一，千祈唔好着太緊嘅衫，因為驚你笑到三爆線。第二，唔好食太飽，因為會笑到你成晚都胃抽筋。三，散紙要帶定，因為完 show 之後嗰啲鬚粉咧搶手得滯，怕冇人找錢俾你啊。四，波鞋係必須着㗎，因為唔知道到時我會唔會叫你走嚟走去。五，就係歡迎你着奇裝異服，因為你着得型過我呢，到時就有機會俾我捉上嚟糟質㗎啦。六，搓手液記住要帶定，因為你唔會知道到時睇我個 show 要摸咁多嘢㗎。七，帶老人家嚟睇 show，叫佢哋先除一副假牙，驚到時笑到飛咗出嚟呢，整親人就唔係咁好啦。八，就係啲尖友咧唔需要去操嘢啦，因為笑足2粒鐘等於做10幾 set 腹肌嘅。9，要溫書啦，如果唔係到時咧我問你一啲我嘅舊作，你答唔到我即場爆你啊。10，就係手機冇電就唔使叉嘅，因為到時咧笑到你不得了，你冇時間睇手機嘅。1 2 1 2 3 4，好 1 2 1 2 3 4，好。睇完個 show， 我有一種莫名嘅感動啊，唔知點解，同埋好 appreciate， 因為咧喺自己都係做呢行啦，咁好明白，如果一個人要做一個 show， 要有幾大嘅天分啊，咁我覺得詹 Sir 佢所有嘅身體語言好勁啊，好 appreciate 有香港有一個咁傑出嘅一個演員，一個 artist 喺我哋嘅當中啊！呢個 show 即興之王，我覺得係非常之正，笑到真係笑到撲街，唔係講笑，係到 whole night。因為同埋好犀利，因為佢一個人真係 one man band 做晒所有嘢咧，一定要睇，我覺得呢個係 highly recommended， 好睇。欣賞啊，詹瑞文咧，佢就係一人演咁多個角色，係嘛？佢都係演得好好啦。你要留意到佢唱歌跳舞，原來都係咁勁㗎喎。咁啊，真係不愧係一個多才多藝嘅一個藝員啦。咁啊，值得大家嚟睇睇嘅。因為如果你想開心咧，呢個即興之王咧係啱你嘅嚟嘅。超敵視對手係咁踩，盡完全力怕咩會失敗？唔止緊要想得勝雖變壞，贏盡晒手上嘅牌，格輸 Q 晒，好多間國夠 cheap 夠擦鞋，最終戰敗，要換手上嘅牌，老千拜拜，要魔鬼怪最高姿態，最尾你結局咪又係會帶。手上副牌，個可觀點派，過去未來冇得理解，為冇得變賣，善用手上副牌，贏一種痛快。今日我見到一個好精靈嘅阿詹，因為我同阿詹實在係太好朋友。我睇呢個 show 嘅時候，我好感動。詹 Sir 呢一個 show 係令我非常之感動，因為佢入邊有詹 Sir 唔同嘅
表演嘅技藝喺入邊，2個半鐘以上啊嘅一個表演咧，我除咗覺得佢好勁之外咧，我真係好似冇第二啲形容詞可以形容到，係啦，咁啊，亦都俾阿詹 Sir 捉過上台啦，咁啊，係咁佢控制所有嘅情況啦，點樣令到啲嘢好準確咁帶到俾啲觀眾，同埋係冇一個動作，冇一個位置係多餘嘅。咁我唔劇透咁多啦，但我可以講入邊分咗唔同嘅 session 啦，每一個 session 都有唔同嘅感動位或者搞笑位咯。我覺得大家一定要親身嚟睇下嗰個現場嘅感染力有幾犀利。啱心態，用心玩過我都收貨，你當佢最後成話。